立法委员罗慧媛上午也是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包括农业部、环境部等单位，南下甲农渔牧的产业第一线人员来座谈。因为顶一次会只有农粮署的官员，因此这次委员嘛特别邀请农业部政务处长胡宗义来带领，由着农业部做详细简报，希望帮助农渔牧对着申请救助有更加详细的了解。今天次长是我指定的，我指定的。为什么？上一次你们只有农粮署署长到，不是署长不够大，署长嘛做大的可是一个农粮署要去决策这么多的农业相关的一个事务，其实对他来讲，在权责上是有困难的所以也谢谢胡宗义次长今天那个到林县长，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站在第一线，结果回去做的一个结果，没有一个是可以执行的。你们给我们的资料奇奇怪怪，卖插啊个无代志，插的阮农会也去互骂，区公所也去互骂，无一个单位无去互骂到，阮服务处也去互骂，这个实在是很离谱啊！都已经到灾后快要30天，新的一个台风又要来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其实这一次这个台风太大了，也不是台南市政府一个量能可以去协助的。所以后来现在，其实这些受灾户就是房屋的受灾户，我们已经就是用各部会，这16个重灾区，我们已经用各部会，那就是去认养完毕。现场包括农渔牧有饲鸡、饲猪，甚至兰花业者、农渔会代表等出席。虽然现场有养鸡协会首次表示听到详细救助办法。不过，对着政府补助的政策资讯上过头线，而且申请的程序嘛复杂，表示不满，甚至怀疑中央的规定甲着地方政府的认定，恐惊会有落差。既然这一次政府的美意是要协助我们农民来赶快修复这件事情，那我在这边呢，我只是把所有民众的诉求，或是灾户的诉求，告诉我们长官们。至于要做什么事情，我只是希望，我在重申，我只是希望，当我走到区公所的时候，这个承办人员也很清楚你要申请什么，你受了什么灾害，而不是在文件上面或是在佐证上面的挑剔，告诉你说你这也使，你这别使，当然也爱讲，但是就把它划掉了，就牺牲了他是灾户去的心情。立委罗慧媛表示，敢若这届风灾，台南农渔牧的损失就超过14亿。显示灾情严重，甲着恢复的迫切性。农渔牧需要的是实质的援助，而不是复杂的公告甲着说明。因此，要求政府部门一定要诚实来回应灾民的诉求，尽量简化流程、统一标准，才会让救助的速度加紧来落实。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